爸爸用银屁写日记。女儿毕业典礼，钟伟文错过了，但宝贝当时的离别泪水，他已创作纪念。由太太拍摄女儿旁白的影片，和钟伟文的影视作品一样，都是念念不想忘的生命故事。客家祠堂下面有颍川堂3个大字，旁边下来2个门，通常是不关的，可是会有2个狮子门环。那小时候我们最皮的一件事就是拿着扣扣扣。周伟文回想童年最遗憾的事是没能精通客家话，所以总是孤独地与自己为伴，却也在孤独中有所成长。35岁之后决定学精工，独自一人闭关自学，透过双手体现原创理念。以前学过吗？有白色后宫吗？包后宫没学过，是，所以就完全这一套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无师自通的。打磨抛光温度高到常人不敢领教，钟伟文坚持不电镀，因为不想制造剧毒废水。坚持手工抛光，意外达到高境界。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无形中练会了高抛光这个动作，手工抛光抛到可以镜面。而年过40才挑战的银壶，更让这一位客家创作者被更多人看见。有一些长辈跟我说，茶壶的境界是什么？我也问他们，那是什么？他们一直跟我说，出水要好，止水要快。大家都跟我说，台湾人不会做壶。尤其不会做银壶，那一提到银壶，都说日本人才会做银壶。好的银壶价格不菲，甚至成为收藏品，常有人误认是丹麦或日本工艺品，让钟伟文很不服气。多说无益，可是我很想做给他们看，用时间来证明。寡言的钟伟文不停创作，诉说属于自己的故事，也证明台湾的软实力。要上课喽，学会了吗？头拜四后高某，某后高。头拜四后高某，某后高。谢谢宗仪老师。